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开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红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天又开心，是安那要叫恁行咧？我唔知，唔知呢？这今日6月15嘛，嘿， 6月15是什么日子？唔知，嘛，足侪人拢唔知哦。吼，警察节。人民的保姆啦，警察你要看为民啊呢，服务为民啊呢，冒着生命危险。哇，太恐怖了！所以因的精神，因的情操，使人敬佩。有啦，有当时嘛爱共学，共鼓励一下，啊，无大家拢咧嫌，拢咧骂警察嘛，就是我著经验。是哦，你做里长的时候，嘿，因警察吼，伫办案吼，有当时真正无暝无日咧。哦，啊，迄个看监视器看规工哦。啊，则看我去办理，搁看，我走转遮，我看，我嘛爱陪看。迄个入迄个抢劫的也好啦，是啥迄种的吼。爱看个足深足足辛苦的。啊，搁3更半暝吼，拢爱去巡迄种的巡逻箱，要签名，然后维护治安，甚至讲喺大热天的时阵，嘛爱伫遐指挥交通，就辛苦的啦。现在就辛苦了，尤其呢，讲正经的吼，我感觉做警察的家人呐，太太也好啦吼，是大人也好啦，迄逐工其实拢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对因安尼辛苦呢。嘿啊，我嘛捌呢，甲警察去哦，咧钓鱼，钓鱼啊，钓鱼啊，钓鱼啊，毋是真正去钓鱼呢。我知，你知啊？我在想我有的啦，应该是讲吼，比如讲这个坏蛋，然后呢要用。警察用什么方法去把它调出来？对了，感谢呢，做饵的钓啦。你是做那个鹅哟？不是啦，我不是儿，我只是去那边偷偷的看。啊，偷偷的看。你去学习呢啦？怎么做强盗？哇，所以吼，今日是警察节啊，咱的警察同仁辛苦啊，啊，无要紧，即摆吼，就对阮来收看阮轻松又够好看的短剧。哎，是啊。哎，丽丽，哪在？谁啊？哎，啊，这扫个清气当当，这个扫，你看这里后早就去什么？我就想早起来，我是个变变扫扫安尼哦，足轻松的。而且有人讲哦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是啊，感谢你哦，你看阮这边都咧扫个清气当当。啊对啦，丽丽，啊你敢食早顿？我袂咧。无你多坐，我来传互你。无，来坐。哎，无啦，迄个啥，唔免啦，唔免搞，唔免啦。免就外省仔面啦，免姐啊，你这是咧免啥？啊，就钱啊，都要传查给钱。啊，钱啊要传早顿互你食。哦，这只老猪哥伊搁咧想空啊，你看那人就好意啊，你甲阮讲甲较歹听。好意，这钱啊，我熟悉面一工两工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伊随便开我就看到伊老弟啊，唔知我咧变啥梦咧啦。安怎？梦啊，全来背老弟啊，啊，全来卡袂出来。来，呀，哎，床上，哎呀，坐。哦，袂歹哦，我穿甲真济草，后皮骨，哎呦。君啊，我这是要互恁姐姐，互恁丽姐，啊你？我你的弟弟，所以讲吼，你要对我较好，无我甲你咬后骹讲你的歹话。好，我过来传一下，你等下坐吼。哎呦，够咬。救人，有人要抬我。我先弄哪里？我规身躯那全酒味啦。打啉煞煞，毋知全酒味。报告啊，你啥啉伤济？哈，佮讲酒话哦，是透早透枵，是啥物甲
你抬啊！啊，都有你，你搁敢走啊？今仔日好难假死哦，唔知你做乜嘢啊？等下，哦，炮叔啊，你莫胡白讲啊，去讲着啊啦。讲着，你若莫甲为了，就去我讲着啦。哎呦，差别啊，有啥个代志哦？好啊，讲，莫遐你激动嘛，对。对，你哪好知啊？对，请啊，过来。碰到底名你好，恁祖妈若无法律哦，当做我病猫哦，今仔就给让你跑出来，我赶快走。天着啦！哪有真多？姑娘，你有听无？哪有真多？这头水倒去啦，不要别我这。哦，做咩啦？迄听几个阿多啊？做咩？不接受，我都要。哎呦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哦，做起来啦！我知。这样呼了。哦，爱喷啦，爱喷就正啦。好啦，这吼较啉奶咧，迄种两工吼，伊就小症了就袂疼吼。哦，你咧讲拢足轻松的哦，我咧听毋是你咧听哦，我即摆听到规个心脏无力，即边心脏拢无咧跳啊，你有无？你心中当时我病。哦，伫这边你有听到煞演去啊啦。哎呀，你就是伤过头，紧张，莫吼。放轻松咧，心脏就袂艰苦啊。哦，好啦。想讲才咧讲，炮哥甲炮嫂吼实在嘛真嗨呢，两个死爱冤啦，要冤多就冤就好啊，冤出来甲别人斗，哦，我甲你讲着伤，可怜。是啊，你一定要替我做公道啦。哦，会啦，好啦。你查咯！你有去无？哎呦，我咧掠查啦，你无代无志，当当咧攞啊恁，害我去弄着啊！哦，歹势。你来我真正啦。哎呦，有紧无啦？哦，我脚生变做两边啊啦。哦，我做痛呀。哦。哎，伤困啊！啊，你头壳哪会受伤啊？哦，你都唔知哦，人若咧衰哦，佫会衰连撞的哦。透早起来叫一个小的公掉，即摆佫叫小狗撞掉，你啊看嘛，我咧有衰无？哎呦喂啊！即摆规个我当凉去食叮当啊，反正我拢真冻嘛，无得讲啊。是啦。啊，有影，伊会长啊，拄我听你话掠贼，到底是安那？啊，煞唔知影拄啊走过迄个少年囡仔啦，啊走去我的民宿了，甲我偷摕钱啦，啊去我发觉着吼，啊我要甲伊争啦，啊伊哦煞走我堆啊，代志就是安尼啦。哦，我即摆少年家用心，真是够无站责的。啊，毋过上衰是阮棍啊啦，啊一工安尼哦伤两遍啦。对啊，等下反正去高速公路去互火车弄着啊。哈，啊你真正有衰就对了。我是讲头家娘啊。我无啥妥当呢，啊，拄要送病院检查哦。哦，好啦，行，无来去看护士。你甲我斗吵者。好啦。好啦。安怎啦？真的唔着病。哦，安尼哦。哎呦喂啊！阿姑，等等，你姐甲阿公哪会到即阵还袂转来？嘛唔知。迄讲一个遐大力，我看吼，这废气哦，无定着迄讲落了，迄个头壳内面讲迄颅内出血，吼，迄着爱开刀啊！啊，你毋是甲我讲伊看起来迄伤势无遐重，啊，啥即马搁啥物颅内出血爱开刀？糖，你即摆当作恁阿姑是医生哦，敢若看就看会准，讲迄无啥要紧哦。哎呦，也是。啦。啊，免烦恼啦，无定你小等就转来啦。哦，安尼困一困啦吼，哦，规身躯咧轻松了啦，哎。好食，啊你困饱？糖，真久无看，愈来愈水咧，会嫁安尼哦。大哥啊，想袂到咧，你这安尼
酒醉了后精神哦，迄白菜花真够讲咧，讲什么糖糖安怎？我啥物讲白菜话，我讲的都是真实的。啊，是，炮哥，啊你昨是啉偌济啦？啊啉甲规身人臭味么？哎哟，足恐怖的。哎呀，无偌济啦，我甲顺蕊啊吼，两个人才啉两罐尔，是讲吼，你捌早去倒呀？啊，炮姐啊，安尼就等于一人一罐。嗯。哦，你啉遮济哦。但啉烧酒就爱啉无醉，啊无醉是宿舍啉烧酒嘛。哦，对啦。炮姐啊，你有岁数，身体爱顾，迄啉酒吼，拄拄啊好就好，唔通过量啦。按像阮阿舅吼，就足标准的，袂像你安尼啉啦。炮哥啊，讲真诶，你安尼啉吼有一个好处，你安尼啉甲水茫茫安尼，从来吼啊倒喺路边，啊变偌久人就甲你收尸哦，甲你扭寸笑，吼，迄偌好诶咧，对无？你是讲我安尼酒醉死喺路边哦？对咩？那是无可能嘅代志啦。像，我先你关心啦，这茶好啉吗？好啉啦，迄事实你家己关心就对咩，你也知哦。是讲姐啊，啊有那茶杯有过来乱无？你茶杯？哎呀，有啊。那小查某有影，但不能知我逐工咧啉咩啊，对不对？是讲哦，啉一口我等于啊，你袂说等雷公咧。你若小拜托诶，那恁茶杯泡水啊，伊是你关心你啥物？你知？身躯看你有蕊无啦？蕊看有开完无啦？嘿，你咧关心我有蕊无？嘿，伊是咧关心我外口小三了无啦？哎呦哎呀，你拜托莫我跋死好无？小三。哎呀，你这型啊，搁有什么小三？哎，小三都要有蕊嘛，才有小三。哎，你莫看了的无点呢。我一般人哦。嘿，呀，嘿，偌过水咧。你昨昏咧看到我哦，傻啊吼。哎，你敢讲我真系唔敢听。哎，小三唔是遐简单就有呢。哎，一定爱有你的条件。人爱少年爱缘投，刷落呢爱有蕊啊。蕊啊。蕊落阮某输掉的啦。当你身躯也无蕊，人也唔是少年，也唔是缘投。我看连小二都无啦，莫讲小三啦。啉醉啊！小姐，我来叫阮某讲一个我头壳正起来，啊就快乐啊无？我甲你讲，非常非常之严重。就是咩，迄严重到即马去看医生拢还袂转来哦。我无甲你骗，伊讲落吼，虽然中奶一困，奶一零呢，敢若番薯零呢，迄奶落了碰袂起来啦。伊即摆讲内面吼有出血啦，即摆会开刀啦，有出血啊？系啊系啊。真啊？真歹势，我厝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啊，行好咧。阿姑，你当然要安尼甲吓惊啦。即款人无安尼吓惊吼，伊都袂走。哎呦，你莫笑啦，我实在就烦恼阿公哥哥，唔知影真正爱开刀。哎呦！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有啦，你嘛较拜托，大人大种啊，安尼挨规路安尼，你敢袂忝？我忝哦。你讲迄啥物话？你毋是我，你敢知人倒会伫咧忝？你敢知人伫床说哩倒？啊，伫床说伫榻骹顶，若无生源无可能。我较破呀你。好啦，讲咧。哎呦，我这个五小姐咧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莫咧想袂开啦。你爱知影呢，即摆敢若像咱两只茶仔人尔呢。啊，你若真正有一个安怎样啊吼，只要我逐工日子毋知要安怎过，拢无人甲我冤家，我足无趣味的。对啦。毋过是讲你爹嘛足差的。你即摆是要叫我死死的？啊，无袂，好啦，只也是感觉讲吼，你伫遮坐安尼嘛是无舒适吼。我扶你来房间休困。好啦，来休困。你要休困啦？哎，安怎啦？阿公哥哥。你对啊？哎呦，哥哥，哇，
严重哦，有要紧无？哦，咱一暗仔袂去哪食，哦，足严重的，哦，1000严重，你知无？我规个骨头哦，365骨折焦髓，规个5脏六腑拢总刷位。医生讲哦，我搁活无偌久啊，结果咱两个啊。我知啦，你讲安尼我知，你这吼免偌久都应该叫一个红头的吼，像养，甲你养个山头去。我唱着慈母手中线，喂，无遐严重。啊，无爱甲调你讲较紧张，甲学堂安尼话要紧张啊。但是你嘛足紧张的了，我本来哦，头讲着吼，都已经咧衰啊，但是病医顾药顾好啊，要倒转来报路，我搁拄着车站，你只小狗搁甲我弄一只，带病医呢，你知？一工出去2摆，安尼你看偌严重。哟，是讲棍啊，你嘛拜托的。啊，我吼是为着要伫遐贼啊，无细力去甲你弄掉啦。啊，拄则伫病院，我嘛甲你回信的啊，对毋对？啊，你讲到真正爱遐尼计较。哎，好，哎，你若免让你遮尔烦恼啦，做恁安。人个医生讲吼，阮棍啊吼，即边咧受伤吼，无啥要紧啦，带厝休2工就无代志。无啦，我足严重，医生讲一工做10啊。拄则，你一个看着糖面吗？糖甲咱讲，棍啊哥哥，你都甲恁姊啊，我安尼吼一个安尼飘啊飘去哈，迄是今仔日带念讲你受伤啊，无你就陪病较安去。阿姐。对啦，他拄仔你讲什么？咱遮民宿去钓石头。系啊，我是讲，迄股死贼仔宝嘛真好打，竟然敢走去我的民宿遐偷摕钱啊！啊，伫你的民宿偷摕哦？哟，偷摕偌济？我著柜台哦，放一个蓝山的啦。啊，伊哦看到哦，我规个拢干要拼去。我咧想，大概差不多1,000块走袂去。好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世人我上记载啦，这一定要甲抓起。对，像你安尼就有正义感。所以讲吼，我即马要转来去调迄监视器开看，看迄个贼仔生做安怎。啊，时候较来甲恁讲啦，吼。哎，到小报一下，好，我一定要甲抓起哦。OK， 好，啊，麻烦恁啦，吼。啊，我先来走啊。啊，用在这好。哈。哪？嘿，你倒来坐两日头路呢？啊，你是要入去房间休困啊？哦，糖咱来休困。你即摆是讲啥？啊，当下骗金什么拢我袂讲，我就要休困啊。我破病人，你嘛我安慰者。啊，破病人就拢无法嘞，啊你。滚啊！乖乖。我迄个。我过来。莫去去叫我受气哦。入去。不要。入去。人家不要。入去。好，大家都要共计个呀。大这个外缘变啥，我是较衰比你较慢出事，无你若我较早出事，我甲你地死。你去房间困，你要去倒啊？我要来困总统套房，我一个人要困3间哦，你硬笑，你气死！大这个外缘，你变啥？哎呀，哥哥，哪会遮尔囡仔生着啦？哦，迄几岁啊？拜托。也是在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跟你讲的这个俗语就是油汤趁，油汤食，唔趁做去食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意思真深呢。哦，解释者。那讲到这个俗语，我就想到较早。安那？较早咱台湾钱银卡吧，是。真好赚哦。时机当好的时阵，但是呢，迄当阵大家拢好赚啊，好赚食。你啊看，若一工讲2000块要食，哦，拜托的2000块，尔是要洗一个喙齿芳是哦。哦。你无赚啦，无赚迄个2000块啦。袂瘾赚。啊，即摆你啊看，要赚2000块，哦。啊，无生囝真拼咧啦。真呢。所以讲哦，这个呢就是讲。摇摆无落屁股，即摆你看，大家就生活足较苦。做油汤的人吼，真正是足辛苦的。是。吼，7早8早，啊，着爱去菜市啊买物件，转来款。啊，即摆生理做煞，着爱搁安尼愈甲安尼忝甲要死的呢。啊，所以有足侪老大人呢，啊，拢爱在做油汤啊，毋过有一寡时势，全无爱对咧做。嘿啊，啊，我感觉安尼嘛做毋对的啊，啊，时势拢想要。食好做辛苦安尼呢。所以丽丽姐，你捌听过人讲一句话无？即摆少年人哦，我找工作要
权多事少离家近，哦，位高权重责任轻。哦，钱爱多啦，啊，离厝较近的安尼。你上好是睡到自然这位爱管管啊，有啊，但是这边轻轻啊。哎，是较无可能的。不可能不可能你啊遐好，啊，要搁睡到自然醒，啊，就对家己做董事长啊。对啊，真正啊，我做你长的时吼，定定拢办迄落吼找头路的啊。回来足侪拢全少年啦。哦，啊，少年啦，我就甲问啊，你要食啥物头路？愈凉的愈好啦。哦，好，我甲介绍去啥？真卖冰。对，卖冰。结果我倒来安怎？伤凉啦，我会寒死啊！讲迄个嫌伤凉。无甲伊有送个冷冻过。哎，过来啦！你讲啊，拄则你讲啊，油汤诶较好，讲啊较轻松诶好啊，干那芳油汤啊。哦，讲安尼讲也无啦，讲迄伤油啦，我手握着油啦。讲尾啊，当时要做啥你知无？要做像迄个去酒店有无？哎呀，做少爷哦。啊，对，换迄个奥斯莫里讲迄较凉，搁有漆啊好看，讲要安尼啊。哦，真嗨啦！啦，真嗨吼，真正是哦，迄头壳内拢毋咧想啥，对啊爱把握时机才对啦。对啊。时间过得真紧，咻一个30分钟又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咱今天天又开心，要奉劝大家好好把握即摆的头路，啊，会记你加减趁，伊较袂散。总是命，你啊你，听甲又签算情命，问啊问，问咱爱情安怎行？全无未来，只有点点来离开，来到一个青云的所在。